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初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南方澳大桥自本早起要拆，因为昨暗大雨较慢作业，交通部嘛已经清点出台湾头尾有103座爱修理的大细条桥。自日本奥萨卡办事处福库奥卡分处公布日本首相祝贺台湾国庆的电报，事后日本否认，苏贞昌院长讲这站爱查明。三重澳大学考试无要考生使用计算机，不过当有数学老师咧联署要求过两年爱搁开放使用。已经断过去的南方澳大桥，自本按算早起8点开始要装拆，因为昨暗大雨所致，港务公司表示讲会慢3点钟才作业，到中昼都还无啥进度，拍算都要永暗工程才有法度修缮。原定在今天上午8点进行拆除的南方澳跨港大桥，港务公司表示，受到昨天深夜大雨的影响，工程将在顺延3个小时。那现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工程人员在桥拱的顶端上呢，正在赶工进行焊接作业。港务公司表示，按算中岛大型平台风尾1号才会由大船拖掉，豆豆向大桥移动。不过受到天气影响，规个完工拆除作业有可能撑到暗时8点过后才会当拆除。桥拱上面的那个吊环哈，它的焊接的部分受到昨天晚上大雨的影响，整个到位的时间呢，会因为昨天晚上整个天候的影响呢，大概会预计引导3个小时。因为哈，目前这个拱桥掉下来，它还是整个要保存，所以我们整个拱桥切割完之后，会在大的平台船上面，然后拉到我们的8号码头。因为拆除工程会封港一天，不少渔船啊赶伫咧8点进前提早出港加油，暂时停伫咧隔壁的码头。南方澳的渔市早起8点外，都真侪真青的渔货拖钓上岸，大家开始化价，无受到时间的影响，正常化卖。有些渔船都在我们12、13码头那边卸渔，这是我们当初有协议的一个协调准备的工作，希望能够提早就是说让我们的工期能够缩短，这是渔民最大的一个希望。渔会表示，已经甲渔民沟通好势，施工期间造成出海不方便，渔民拢会当体谅，嘛毋望工程加快进度。记者综合报道。南方澳大桥断过，嘛引起社会各界真关心各地头一寡桥堵的安全性。交通部已经有清点出台湾头尾有103座，就要即时派工修理的大细条桥。总是林佳龙部长嘛讲，这个桥虽然爱修理，不过拢也会堪得度。若正经有危险，袂堪得行，一定会大声封桥。前几天南方澳大桥崩塌，和全台湾桥梁的安全检测和维修管理受到关注。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伫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表示，经过各县市政府初步调查，原本有123座必须爱随派修的桥，这2天地方政府回报已经有20座修完，所以目前还有103座需要处理。交通部中央管的桥梁里面没有第4级的桥，对不对？对，没有啊。地方的多不多？比例大概多少？如果说21000座里面的123座，那今天还会有更新，还没有立即维修，没有到第4级，其实也应该维修了。林佳龙表示，100多座桥需要维修的程度分做4级，U4是1级检修，U3是1档内维修的程度，包括桥梁路面或者是其他梁条等等的问题。进前交通部有补助各地方政府进行检修，早起嘛调集各地方政府开会讨论，资料8点过了后会甲外界公布。有一些桥的状况，就是一定是不会说有立即的这个坍塌的危险，都是堪用的，但是呢，地方政府它应该负起责任，尽快的来维修。那这个部分我们会今天做一座桥的跟他们做讨论。好，那希望能够更新之后向社会公布这些桥梁的资讯，好让大家有所依循。林佳龙呼吁各界莫过度惊吓，一定会甲外界公布桥梁上新的资讯。若是有出现危险的情形，交通部会随采取封桥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大学入学考试中心顶日宣布讲，3重后111年度大学的考试无要开放考生使用计算机。不过，台中一中一个数学科的陈光宏老师，伊也发起过两年112年度数学科大学入学学历考试，就要开放使用计算机。2天内已经有160名数学老师签名联署赞同。
做16年的老师，长期教数学，陈光宏头一届到教育部请愿，带这寡2天内底160位数学老师本命人数，希望112年学测数学科会当使用计算机。学测的考试范围内总共有58个条目，其中有20个条目指定要使用计算机，超过1/3以上的条目要使用计算机，然后大考中心宣布不能使用计算机，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如何命题。数学领工明定以计算机作为学习的工具，也毋过考试袂使用。陈光宏讲是真矛盾，离111年无法度使用，对高中的教学有困扰，有学校无落实，嘛有老师先用计算机教一遍，搁互学生用无计算机的方式算一遍。如果我们以一台计算机不到200元，我们算200元好了，总考生所有考生全部算起来163200万，我们希望教育部可以编列这个预算。使用计算机当然没有问题，只是在考试要不要去透过考试鉴别使用计算机融入考试使用的这一个环节，它的确必须要更多的一些细节。对联署建议政府逐年编预算来买计算机，教育部高教师回应，搁爱看考试公平、经费甲事务的运作。老师的意见会放入去讨论。若是108考讲，各中高中数学有计算机的教学，恐惊造成城乡差距。教育部讲已经咧算相关的设备，学校有需求会当提申请，为部分的经费应用。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咱国驻日本奥萨卡办事处福库奥卡分处顶日公布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祝贺咱国庆一封贺电，事后所有日本官方否认，讲因无发出这封电报。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是讲，要求外交部爱查明事实。不过驻日代表谢中廷讲，日本政府嘛无讲这封贺电是假。台湾伫日本台湾办事处的福冈分处国庆酒会顶悬展出刻名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日文贺电，写着由衷祝贺中华民国108年国庆，嘛祝国运昌隆。这封贺电互人公开了后，被看作是台日关系一大突破，但是引起的争議嘛未少。日本政府是随后認。安倍総理からご指摘のような祝電を出したという事実はございません。そして、日本政府の台湾に関する立場は1972年の日中共同声明にある通りでございます。日本官方否認安倍有發出賀電，嘛閣再強調一個中國的原則。行政院長蘇貞昌強調，這件代志確實是有無妥當的所在，要求外交部愛查處。受過外交訓練，卻這樣子就公布，確有不當，那這個應該查處。駐日本代表謝中廷伫冊牌暗示表示，日本敢若講無發賀電，但是並無講賀電是假的。台灣只要有外交突破，中國一定會抗議。他沒有說賀電是假的，假的話是犯罪行為。他沒有說賀電是假的。那他這個講法是什麼意思？我想這個就是外交嘛。一般的話，那個像大陸的國慶。那個就是有首相，他甚至於拍個影像打，然後這個給大陸這祝賀國慶，他有影像，當然是真的，因為我們跟日本沒有邦交啦，那所以我們的國慶從1972年的斷交，這到現在已經40幾年了。那這個有一定的這樣的一個做法。馬前政府的外交學者質疑，代志並無正式邦交，本來就無法度用外交正式管道祝賀國慶。不過，若是有人為着要搶功勞，造成發生爭議，當然要調查清楚。不過，外交部配回講，福岡分處是接到長期信任的正大朋友轉交賀電，咱和日本都充分了解，並且掌握日本的立場。記者綜合報道。台北市高文鐵市長成立的台灣民眾黨。目前推出8區域立委的候選人，郭文鐵嘛講，本區立委這邊已經有暗算。市府的顧問蔡碧如是講，其中有一寡候選人會用公開招募的方式來競。另外，鴻海董事長郭台銘這邊，伊重要的幕僚蔡信如嘛講，已經有5個人選會代表郭家軍落去拼立委。
最认真的。迎战2020大选，民进党提出8席区席立委。台北市长黄平地前几天接受媒体专访的时表示，对部分区立委嘛有得第一名单。市府顾问蔡碧如透露，会先找7男7女，剩的20席透过海选的方式选出来。排序还是可以调动，所以如果呢海选的有很棒的人选，也可以调到前面去的。相信海选出来的名单会更有趣，或者说更好啊！郭文地先前讲，小党伫部分区真歹赢，不过部分区立委阁有拼的机会。郭文地强调，海选若是有好的人才，无排除下伫咧安全名单内面。嘛讲名单顶悬有蔡碧如，其他伊和民进党立委郭建明交手。民众党积极备战大选，真欢喜党首长郭台铭虽然无要参选总统，但是立委选举有想要派子弟兵进军国会。英联基金会副执行长蔡庆如头一摆开嘴表示，有5个人伫郭台铭立委规划名单当中，嘛透露家己有甲郭台铭传达参选的决心。我的去处比较牵扯到郭董他怎么看，家军又必须要跟这个郭台铭有连结，所以其实现在也是在思考说，包括我，包括郭心怡，包括高虹安，还有周守训，我们到底要怎么摆？郭家军头一波立委名单按算20公布，风声讲包括蔡庆如、李进英、郭欣怡、高虹安和周守训总共5个人，已经做好投入选战的准备。李进英确定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新北市立委，和国民党开除党籍。若是郭家军是毋是会投入部分区立委？蔡庆如讲，加入民众党是目前考虑的重点。郭郭合作是毋是会当顺利成做第3势力，也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伫咧141个参加比拼的国家内底，台湾排第12，也是亚洲这边排名第4个。敢若输新加坡、香港和日本。不过咱看详细，其中超级创新者节目排名，台湾是全世界排第4，也是亚洲第1名。总是另外嘛有几项台湾的排名有较中，对人较袂着。瑞士世界经济论坛 WEF 公布上新的全世界竞争力报告，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国家由新加坡打败美国，成为世界第1。香港是排第3，荷兰第4，瑞士第5，日本第6，台湾是排全世界第12，甲去年比提升1名，伫咧亚洲国家内面排第4。这个调查的时间是香港还没有发生这个反送中的之前，对，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还可以有更好的成绩。来看 WEF 竞争力评比的指标，台湾伫咧主要指标评比排名，创新能力上好排第4，金融体系排第6，另外资通讯普及度是排第11。不过伫一寡细节部分的指标排名，也是有真侪项目落后。包括关系复杂度、基础建设内面的道路连接，一个贸易关系排名，拢伫咧中后段。我们有另外一个计划叫智慧政府的计划，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关税一个线上的服务能够去改善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数位化。不过 WEF 自去年开始超级创新者排名，台湾依然立伫咧德国、美国、瑞士了，是全世界第4，亚洲第1。台湾连续是全世界4大创新国之一。那当然代表我们台湾在科技产业的表现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台湾在研发投入、专利在智慧产权的申请上面，其实我们台湾都是名列前茅。学者认为台湾伫咧劳动力的评比部分也是偏弱，因为咱的薪资待遇较低，若是无法度吸引外国的高阶人才来台湾，伫国内人才流失也真严重。未来有效提升实际的薪资，已经是政府即马上应该做，也着急爱做的经济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香港地下铁因为防破坏甲真值加，昨计共有13站拢总关起来，无服务人客。剩的8站嘛拢提早到昨暗8点就停止营运。拄等下班下课的时间，交通是乱糟糟。不过，大学者就咧怀疑讲，破坏地下铁车站遮的人，到底是真正抗议的人士，还是根本就是政府派人乔装改扮假报的示威者咧？是的，今天是香港实施禁止蒙面法之后的第一个上班上课日。那因为港铁呢已经宣布要提早在晚间8点的时候就要来关闭所有的车站服务，所以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上班族他们都是提早来下班，或者是要必须赶车，然后来到
巴士站来排队，所以也可以看到巴士站这里的人是大排长龙的。下班的民众赶进路卡地站，要赶最后一班车。香港地铁伫咧吹背，除了加13是着破坏站管线计划，其他站提早到暗时8点停止营业。让我们市民感觉是串通一起来，就是不让大家出门。也有一点点啊，没关系，我可以有别的方法都可以。因为港铁关起，香港实施禁服民法了第一个上班上课日子，交通规个乱糟糟。市行町派去的科技并无警察来指挥，港府甲交通大乱的原因怪罪伫咧地铁站和一阵乌纱人破坏。不过学者甲时事评论员是质疑，为什么被破坏迄当阵无看到警方出面阻止？暴力的行动的确有升级，这个升级的过程里面呢，大家暂时也搞不清楚是哪一方面做的。有些人就形容这些都是鬼，那么到底是鬼是哪里派出来的都不知道。影片都有证据让人怀疑，破坏带头破坏也可能是警察的一些卧底。就是政府呢是希望透过记住一些不方便，来令这个香港一般的民众跟那些出来示威抗议的人分隔。有网友伫咧 FB 怀疑，一个破坏地铁站设施的乌纱人是警察，甚至还提警用手电来照民众。就港铁是讲，经过修理加风险评估，港铁各线伫咧初9个大致上维持正常服务。为了要增加修理的时间，而且服务可能会提早结束。香港警方伫咧初步记者会公布，自6个反送中活动到即马，被逮捕的人数已经增加到2363人。其中241个人是顶礼拜六被逮捕，另外还有77人是因为顶礼拜六开始生效的禁服民法被逮捕。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对按中国来的翁仔某，竟然走入去台湾大学，破坏学生会搭伫咧连龙墙顶悬，声援香港的海报。台北地检署昨裁判将因强制请出台湾的国境，搁关这5冬，袂使搁再来。这也成做咱国内头一站，因为破坏连龙墙，互人强制出境的中国人。伫无下水岸头互伊民事专军队另外押解，就是7号跳飞台大连龙墙的中国游客。昨天，本署依两岸大陆地区人民来台观光许可办法主认为他有犯罪事实，经也从事许可目的的活动，废止李男的停留许可，现经台北地检署作出缓起诉处分。本署依两岸关系条例强制李男出境，并管制5年内不得再入境。穿乌纱裤的大部分人就是姓李的中国游客，甲伊牵手以自由行名义来台湾旅游。伫初七走入去台大航空活动中心，甲台大连龙墙的各种海报拢拆掉，过程拢被翕来。李男以自由行名义来台观光，却前往台湾大学连龙墙撕毁看板上各式的海报，经台湾大学学生会依毁损罪向台北地检署提告。警方以现行犯逮捕这个姓李的大部人。伊甲警方讲，本来是去台大航空内面行踅踅的，因为看到连龙墙一时受记者动手踢，警方依照毁损罪该移送台北地检署。昨伫新闻了，检察官做反起诉处分。移民署也随依照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18条的规定强制出境，限制5年内袂当过来台湾。昨伊坐9点50的班机登去中国，将做第一个因为破坏连龙墙被限制出境加遣返的旅客。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中山大学学校内西海湾磅空，9月30设计做声援香港反送中的连龙墙磅空，一礼拜时间真紧就过。昨暗学生举办告别暗会，但嘛有人咧议论讲，高雄市文化局惊文提醒这座磅空是市府当代的历史建筑，就要照起工复原哦。安尼敢是伫咧甲学校甲学生施压力咧？
100位中山大学的学生摕起手机开去灯光，唔但照光西亚湾隧道，嘛向真要甲香港照光。中国月30号，中山大学的学生申请西亚湾隧道成为联动隧道，但是这短短的8天，却传出高雄市文化局接到民众的检举，因此是戒律要求校方来复原，无会当罚30万至200万。对此，真侪学生是不解。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有破坏这样的行为，应该是在当初申请的时候，他就要表达说这样是不适当的。那如果今天是我们已经在通过学校审核通过之后，才有后续这样的声音的话，我就觉得有点放马后炮的感觉嘛。这一次登记现场，西亚湾隧道嘛已经马上恢复原状。高雄市文化局是解说，因为隧道是历史建筑，这个主管机关立场。按照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提醒校方必须爱维护建物的原貌，在尊重多元言论之时，来盼望各学校共同来维护。10月5号，我们是发文，就是善意的提醒校方对西子湾的历史建筑要妥善的做一个保存跟维护。所以校方自己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办理了墙面的一个复原。所以文化局没有打压，也没有要求校方我们会进行开罚这件事情。中山大学嘛发出书面讲，活动一切都按照原本的计划来进行，肯定学生的表现。而有关于隧道的维护，校方甲市府合作维护，本来就是平常的代志。而就伫全国各大学发起联络场响应活动时阵，台南新大的联络场2度起用破坏，学生代表嘛报警抓人。好，那经我们追查之后，我们发现有一名骑脚踏车的老年人，有沿途有扯下的动作，目前正扩大追查中。新大校方是表示，至于言论自由，对联络场校方是秉持行政中立、尊重言论自由的立场。而警方是讲，台湾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学生嘛欢迎无同意见的人伫厝顶面留言，但是请唔通动手来毁损海报或者是留言的字条，以免处罚。记者郭进俊、文正云，台南高雄综合报道。美国和中国高阶层官员贸易的谈判还没特别开始，不过美国大使甲离北京牵涉到迫害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中国企业列作贸易的黑名单，昨个针对一寡中国的官员限制签证，引起中国真反感。香港媒体《南华早报》就报讲，无定即摆的谈判，中国代表团的缩短时间提早倒转去。美国国务院七八表示，会限制部分中国官员去美国的签证，一直到北京结束对维吾尔人啊，佮有新疆地区其他少数族群穆斯林的迫害为止。受到影响的包括参加拘留啊，佮其他穆斯林族群的政府官员佮因的家属，而且嘛包括因当地美国读册的囝儿。目前国务院要列出这寡官员的名。而且伫前一天，美国商务部借用同款的理由，甲中国28个企业甲机构列入去贸易的黑名单，其中包括去用合作天网的人民人脉监控设备大厂海康威视，啊，佮有大华、商汤等等北京科技公司，啊，佮有20个新疆自治区的公安单位，因拢去用列做美国出口关税实体清单，无经过美方的允准，袂当来买美国的关键零组件，安尼才会当保证美国的科技袂去用来镇压弱势少数族群。对这件代志，中国外交部表达不满，啊，佮反对，表示讲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中方的利益。新疆根本不存在美方所称的所谓的人权问题，有关指责不过是美方为干涉中国内政蓄意制造的借口。美国对中国连续出2招真强的部署，时间点就伫咧七十举办的高阶贸易谈判进程。香港的《南华早报》引用消息的来源指出，中国代表团原本定伫咧12离开华府，啊，毋过可能会提早到11就出发。这个意思就是讲，袂有前讨论的机会，谈判的情势是不乐观。另外，香港的议题敢是会去用来做谈判的牌，嘛受到外界的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大代志，来看大家镇南宫3档前采购网络光明灯的设备，打去互台中的检调机关怀疑讲，敢是假买真正诈欺。昨派人分滚龙去搜查，将镇南宫的副董事长郑明坤和因查某囝，佮有小牵连的厂商拢带登去讯问。过卡新检察官宣布郑明坤100万，因查某囝20万交保。经过警方透明侦讯，镇南宫副董事长郑明坤看起来相当忝，9号凌晨厝内底人带来100万现金办理交保。台中警方8号前往郑明坤的住处来搜索，针对中华电信造假营业大众，发现线上光明灯效无问题，而郑明坤甲查某囝经营的公司，疑似嘛涉入其中。这是我查某囝的公司下面的股东，做生意做了失败，啊，大家唔甘愿输赢，小告，啊，检举讲我咧法律的，
公司也无我的名，也无我的串，甲我哪有啥牵连？去甲中华电信借钱，咱嘛当做问阮查某囝，爱借钱就是纳利息，钱还人就好啊。检调指出，中华电信营运处想用甲厂商以假交易的方式贷款予厂商，有前一间公庙开设其中，大家电南宫伫2016年线电公民顶来采购，由副董事长陈明坤来找厂商，来卖公民顶的硬体、软体设备予中华电信，搁再由中华电信转卖予陈明坤的查某囝的公司，以形式上假交易的方式贷款予配合厂商。在绩效的压力之下，他们部分的作业人员呢，那以和郑先生实际经营的公司来做假交易的方式，那以一个公庙光明灯的一个采购以及服务的契约，事实上是放贷的情形。检方指出，中华电信涉嫌为着增加营业额来做假营业代账，实际上是直接借钱予厂商。规定当中发现线电公民顶有弊案，随后认定陈明坤等人涉嫌违反着证券交易法、商业会计法、伪造文书等罪，约定陈明坤以100万来交保，查某囝20万来交保，而且限制出境出海。对着人员涉案，中华电信方面是无回应。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昨宣布，高雄大拿埔千川已经定案，政府会协助这大庄内将近2万人搬徙，征收入来土地300通价，会建设产业园区。不过地方嘛有人咧回讲，千川花遮侪年，连时连夜才定案，就是因为选举才操作的。为空中来看规个大拿埔，用泡泡的空气，就是居民生活的日常。因为周边有中油大拿炼油厂、台电大拿发电厂等等的大型工厂。正当当地来做普查，有9成居民愿意迁川。虽然陆续办过几场的说明会后，稍稍无消息，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8号来宣布，大拿埔的迁村案已经核定。迁村的人数高达19000多人。产生的310公顷的面积，也就是说，人迁走了之后，会产生310公顷的面积，来作为未来这个循环专区试点材料这个产业园区的用地。新的社区呢，大概有154公顷的面积。行政院表示，迁村案将会投入将近1000多亿的金额，不过这个消息无互当地居民伤过欢喜。民众是质疑中央家己来宣布这个计划，但是因说合计划书拢无看到，要哪相信着政府的心意？大林埔迁村1054亿是大林埔迁村专拨钱吗？还是包括南新计划的新材料园区的开发的总托头？是因为新材料园区要去规划要开，才有大林埔的迁村案，案例这是变成得变了。实质要来操作，你是怎么操作？你是怎么执行？你完全拢无。地方反映林全担任着行政院长的时阵，就捌讲过这个议题，但后续只是办了几场说明会了后，又搁结束，明年又搁是选举年，嘛无法度互因袂当来联想到这是为着选举。但是当地居民也是希望这个迁村案会当变成是真的。而行政院嘛表示，会请经济部等相关的单位甲民众来说明，一切是以民意为优先。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去年2月初6，花莲大地震，市区拢总有4栋大楼有倒有起，其中云门喙体大楼死伤上严重，14个人不幸过往。花莲地方法院昨判决大楼的建商、建筑师和土木技师以过失致死的罪名处分有期徒5档。这条案还佫会当上诉。 2018年2月初6暗时11點56分，花蓮鄉發生規模6個大地震，市區的震度是7級，市區有4棟大樓來倒去，其中雲門喙體大樓死傷上嚴重，總共14個人死亡。花蓮地檢署調查了後，所發現細樓的建商是甲別人借牌來營造，而且大樓更近的強度明顯無夠。本來應該要使用強度是4200的鋼筋，卻錯誤使用強度2800。 的鋼筋，那相當於鋼筋量不足，導致於1/3。因為建築師甲土木技師嘛涉嫌設計施工建造重大欠點，所以法官照目前的刑法過失致死罪，相當判5年有期徒刑。結構設計還有施工方面都有諸多的缺失，所以在02、06地震發生的時候，
就导致于大楼倒塌。本院认为3位被告都有罪，那我们认为以量处法定最高刑度各有期徒刑5年。虽然敢若是一审，毋过分问喙体受灾户对这个判决真不满，认为讲真正是伤轻，而且伊伫咧开庭的时阵看起来拢无悔改，互受灾户愈想愈气。你一辈子辛苦建构起来的所有的一切都毁了，结果那个人却只要判5年的刑期，而且在这中间的过程，却有14条的人命也在里面，奸商他毫无悔意耶。法院地方法院强调讲，照宪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法定的刑责上当干那5年有期徒刑，法官已经是判上当啊，专案阁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顶日台中火力发电厂去互台中市环保局查到讲，废水内面的硼超过法定的标准2-4倍。结果台电讲，硼是明年才着要主动申报的项目。不过早起环保署张子敬署长表示，硼本地就有管制的标准，台电的讲法无影事实。台中市政府大动作开记者会，宣布查到台中火力电厂9月时阵放流水的硼超标24倍，这嘛已经是第5度查出放流水超标。台电表示是真无奈甲抱歉，但强调明年开始环保署才会甲硼纳入主动申报的项目。环保署长张子敬伫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备询的时阵表示，这种讲法甲事实有出入。其实这个标准本来就有，所以它本来就应该要符合。所以他讲的那个是我们后来要求他要申报的部分。了解。所以他们讲的不对。是他那有点出入。若是放流水污染的问题，中会上受到关心的是空污问题。立委王玉敏质疑环保署最近粗心中会扩建燃气机组宽屏案，予伊过关，煞无要求中会旧的烧炭机组爱除役，批评环保署全力配合经济部。环保署表示，扩建案对环境友善，无唔可以通过的理由。就如果单独就这环评案件，那为什么他去改善是减掉的，我们要不通过它呢？今天台中火力发电厂提出来是说要备用，为什么要备用？因为怕会缺电嘛。只要怕会缺电这几个字抬出来，你环保署是全力配合。我刚刚已经跟委员报告了，就这个案，它是改善空污排放。王玉敏要求环保署为着要守护国人的健康，应该把4悬浮微粒 PM2.5年平均值为现行的逐立方公尺15米克，降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 建议的10米克。署长张子敬表示，定非常严的标准，但做袂到，其实对环境污染无的确会当有效的改善。记者林俊明、曾志成台北报道。平平咧对车收粪扫，不过桃园市候补预备的清洁队员和正式的队员工课相像，薪水福利煞有争差。桃园市政府打着宣布讲，候补预备这款制度已经要收煞，明年会开始经较优秀的队员来转做在野的。对车收粪扫，随粪扫车，每天上班拢甲粪扫做伙。桃园市现有2580位清洁队员，其中195位预备队员甲正式的队员做共款领无共，若月计减1万，地休福利也有差。工会批评讲，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临时人员。我们会在明年增编这个人力的经费，来优先把这些表现良好的储备队员，来把它转正成正式队员，让他们在工作条件上跟福利上都可以获得一样的一个待遇。5年来，桃园清洁队员2遍公开招考，总共900人拢是预备队员。可再看每年清洁队员退休的情形，阵容差不多80到100名预备队员转正职。桃园市宣布预备队员自明年开始，优秀的转正职，分段式阵容一直到拢转过来。知道当然觉得很开心啊，对啊，因为就是转正过后，可能就是相对来说福利又会更好一点。那对生活来说又是更稳定。伫咧人口一直增加，桃园的每天家户粪扫量到1250吨，每一位清洁人员的能力平均才服务847人，负担是比双北、高雄甲台中拢较重。环保局讲，明年会阁招考，增加171名正式队员分配阵营。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讲翁仔某白条街喏，伫即个时代有影较难得。
屏东县政府为着庆祝县内结婚超过60档的老翁婆，举办选召婚表扬大会。今年拢总有34对的老阿公、老阿嬷参加大会。主办单位佫安排阿公阿嬷来穿新娘衫，为因留落幸福佫甜蜜的相片，永远留恋。阿公甲阿嬷的手牵条条，行伫红地毯顶悬。屏东县政府为了庆祝屏东县结婚超过60档的翁仔某，特别办一场选召婚表扬大会。主办单位佫邀请摄影师来替阿公阿嬷翕结婚相片，甲美丽记忆留落来。会使讲，这个相夫教子啊，家庭夫妻，我真正满意。我感谢伊啊！来讲有这个来世，我是要去带伊来做轿安尼。很多的这个长辈是那个年代很艰困的时候，可以说能够填饱肚子已经很不简单了。各位阿公阿嬷也提供了过去的一些老照片，那我们可以把它印刷成册，留下这个最重要的宝贵历史记录。这个照片可以永远一代一代的相传。也让我们所有的子孙们，大家共同见证阿公阿嬷的伟大。主办单位用心规划活动，互在场的时代拢感觉真大心，也真大方伫镜头前表达对老伴的感谢。讲到婚姻若要幸福，上要紧的就是爱加关心对方，欣赏对方，嘛会晓包容甲体谅。结婚60年啦吼，阮两个是拢互相吼，那想讲大家讲话有商量就对啦。你是我太太吼，甲我帮忙家庭安尼吼，我感谢你啦，谢谢啦。我们结婚已经一家子了，现在我们夫妻就是很平淡的这个互相容忍来过日子，这是最重要的。今年的选召婚表扬活动，拢总有34对阿公阿嬷接受表扬。屏东县政府希望透过这个温馨的活动，把温暖的感觉传出去，希望大家当重视婚姻幸福快乐。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翁仔某伫咧相厝，国情永早捌听编歌念歌的歌仙王玉川老师，伊编一部《翁嘛某某关翁》。翁仔某2个优异甲师妹陈美珠伊啊，是啦，就是电视综艺节目咧模仿正包的饮群玉玲珑的原主唱美珠伊啊2个对唱，翁甲某冤家，某嘛翁讲爱食烧酒，翁嘛某爱跋筊。毋过即条歌播甲上路尾，人因翁仔某原来有觉醒哦，某甲翁讲安怎？讲翁某互相爱烧财性，毋通过了咧想过程。娶着歹某真不幸，弄吵就会万世行。即拍4句联内底2句，第2句讲毋通过了咧想过程，这就是讲翁仔某毋通扣恨，毋通翁仔某冤家，啥物话都提出来讲。结果郭卡先讲，哦，你讲哪骂我安尼？骂我外交开都外交开，因为人相骂就无经话，所以翁仔某毋通过了想过程。啊，若真正娶着歹某，弄吵。人讲假吵就会万世行，就爱假好才会万事兴。换翁个听到某安尼伫咧讲尔，心肝内原来有改变。翁就甲某讲安怎样？讲变人的圆会变，善者有时会出头天。做人一生就平变，毋管贫富就甘甜。是啦，现代即个社会不比讲较早。较早若善车的人无得去翻身，但即马机会若踏着。万不离吼，真正互你发挥起来，迄是无法度按算的。有的人半当一当就趁一个机会，所以变人的圆会变。即句咱解文说字，古今原来有含你探讨过几啊摆。善者有时就会出头天，咱做人若会变变者，翁仔某虽然艰难，虽然环境歹，你甲看好个人，迄大明星互相伫咧嫁娶，一开就几落亿。咱不管贫富，2个翁仔某若互相会当带念。人讲吼，翁趁某钱要好业，毋免3年。搁来换某，搁甲翁讲安那，讲翁某互相就无议论，好心咱是钱就剩，大家若来守安分，福禄自有庆家门。就国情安尼讲的哩，翁趁某钱啦，好心咱是钱就剩。翁仔某既然都结婚，有即个缘分啊。互相无议论，你毋通骂我爱食烧酒，嘛毋通骂你爱跋筊，2个歹习惯就爱改，天斗阵，竞斗阵，
福禄自有庆家门，做翁婿听到某安尼讲，我哪欢喜呢？这翁婿安怎样讲？伊讲做人翁婿爱模范，翁某病大甲病悬，事事夫妻着相款，爱着好好，毋通冤。是啦，翁嘛某某管翁，做翁的，我哪会晓讲吼？咱翁仔某病大甲病悬。啊，当然太平时代若有趁钱的时阵，翁仔某拢嘛开拢嘛享受，迄哪有甲对？就是讲困难的时阵，事事夫妻着相款，爱着好好，毋通冤。咱互相支持，互相面对艰难，渡会过才是熬。讲到面对艰难，咱嘛看到讲，今年瓜田遮一寡农民目头可能就又角角啦，因为瓜田的菱角今年有较欠收。30冬来头一摆有菱角开花却无结籽这款情形，产量无甲逐永年的5成。虽讲讲产量有较欠，毋过瓜田的菱角济，10月中旬同款的闹热举办，咱嘛邀请全国的民众把握机会来食好口味、上界青的菱角。今年雨水正高，影响到台南瓜田的菱角产量减少，开花却无结果的情形是30年来头一遍看到。虽然今年的产量收无往年的一半，当地有缘举办菱角节，邀请大家来瓜田食菱角。农民嘛期待刷落来第2期要开的花，会当结菱角结了999。咱菱角是拢这个中到5时咧开花，下晡时啊下花落开始结菱角。毋过即摆拢多下晡时落雨拍落所以花拢无成去，所以说欠收。第1期花差不多3成尔，第2花是有较进步，可能差7、8成有。因为它独特的一个水质所以呢，这个生产的这个菱角呢，在全省是最好的。那我们今年的产量不是很多，那我们希望说消费者呢能够到官田来，大家一起来品尝我们的菱角。瓜田的水质好，虽然讲今年菱角的产量少，也毋过品质同款好。今年的菱角节嘛同款闹热滚滚，才会当现版菱角，阁有真济好食物，互民众有食嘛有掠。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屏东三地门遮，因为交通较不便，乡公所家己倾经费，推动关怀接送的专车，都是互遮的老大人，也是讲身心障碍者出外买物件、就医，也是办公事，拢有车通好载。现时开始先伫咧大社、德文和达来3个部落开始试走。我们亲自扶上我们的老人家、祖父们关怀列车发动，正式启动开始。屏东三地门乡的阿公阿嬷坐起哩车顶，嘴啊利塞塞，因为即马要出去部落看医生，唔免着等厝内底人半时间带因去。即阵坐乡公所的关怀车就会使出发啦。因为我返原乡这个路很长，所以我们就是很需要这一台车。这一部车这样的一个接驳，一定可以带来给部落一些弱势的，就是在行的方面，正处在需要医疗做治疗而没有交通车的乡民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原乡的公共运输系统常常因为人客无够多，也无稳定，所以客运公司无啥人愿意经营。唔是取消路线，就是无啥物车帮，族人行动的权益怎无被重视？三地门乡决定成为德文、大社也有达文3个乡开始做，初步规划80万块试营运。我们希望先用预约的方式，让一些老人家他要回诊，或是身心障碍者，或者是一些小朋友就学的，我们先用我们的经费来做主要是我们非常多的乡民都有这个需求，因为他们大部分的小孩都在都会区上班工作，没有人可以接送他们未来营运的状况若成功袂歹，三地门乡会继续争取经费，而且制作手机的 App 预约系统，缩短为部落到市区的距离，也互地方的服务更加交济。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台湾石敢当金门风师爷，通金门就是金沙镇风师爷上届接看到。金沙镇的风师爷到底有几只？即马有找找风师爷的手机的 APP， 点落去就会当找到计共65尊的风师爷，一只一只是去安置咧倒一搭。
对这款手机APP 落去行，唔但会当了解地方的文化，阁会当便看到一只风狮爷，就互你轻一点，用点数换纪念品倒转去厝里，永远留念。我们刚到工具园了吧？你在找什么？到工具园。来到金门金沙镇，这是全金门风狮爷数量上济行政区。只要对着风狮爷 APP， 就会使甲65尊伫咧砖头内、砖头外的风狮爷全部找出来。9月打公布，都袂少民众摕手机来找风狮爷。找到了。因为小朋友很喜欢寻找风狮爷，因为去年有带他们有玩过，所以他们今年也很想玩。9月到11月，游客来找风狮爷 ，APP 唔会当指点路线，佮会导览介绍，便找到一只风狮爷，佮会使得到红利点数。镇公所准备真济古锥的风狮爷纪念品，要互旅客揸回去厝，邀请旅客伫咧舒适的秋天到金门佚佗。那因为我们今年推出的一个新的一个改款的一个 APP， 包含了我们65尊风狮爷的一个形状，好，在我们金沙镇消费的一个两岸三地的一个朋友哈，只要消费点数足够了，他就可以兑换我们的一个产品。电风紫帅风狮爷一直守护砖头，即摆目前这是金门特殊的文化景观。当年金沙镇的风狮爷文化柜，拢吸引真侪游客来遮。起风的时阵，大家做伙来金门找风狮爷。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啦，讲到金门，咱毋是想到风狮爷，无就是高粱酒，阁无就是平安夜，就是和军方有牵连的大细航台。毋过近来这几年无相像哦，金门在地一寡少年家用创新变巧的作风，要改变家己的故乡。永暗邀请观众朋友对《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这个好节目，咱做伙来体会少年金门的变迁。这是823炮战的时候，我们拍到的弹孔。带囡仔熟悉社区的故事，希望自细汉就囡仔了解家己的故乡。24岁陈家雄大学毕业了，就留伫咧小金门，以用家己的方式要改造者，将文化导览、社区营造甲服务，拢是要互家乡新生命的方式。这些导览部分，我们希望让它变成小朋友他们日常中的生活，对，然后很自然的，他们就学习到了、领悟到、理解到。除了陈家雄，也有更加侪在地少年人有共款的理念。像保留传统过去的炮台文化，加记录调查，拢是因关心的重点。其实，这所在的这个历史真高，唔是讲咱讲民国对一年发生啥物代志，安尼尔。这历史的这深厚的这个所在，你爱用生活去体验、去感觉。来啊，咱来啊，来看招，这就是炮。民宿业者林国兴普通时也个兼做导游，伊讲金门丰富海花生态并无输其他的所在，所以积极推广生态导览，互游客除了参观古迹以外，也有新的体验。小琉球有看人带潮间带的旅游，不过我感觉因的生态其实甲原石比，原石嘛较物件嘛较多，然后看的物件嘛较无共。虽然这寡理想也有一段路要行。不过金门这座古城，因为因的努力，开始注入新的活水，互国家虽然用无同角度来熟悉金门，也替未来要伫故乡打拼的少年人拍一寡基础。记者综合报道。换转来看芦水溪，这代少年人嘛真拍拼。芦水溪流过森林的哪内，这个土嘛真有肥，种出来的木瓜是水搁甜。今年哪内木瓜节扩大举办。本地敢若比赛木瓜，今年阁有比赛蚵仔。上届特别就是有2个青年的农民得奖，因讲定着会继续拼，互哪来的农产品顶港下港名声透惊声。一鼎香公公的蚵仔米粉，互人看到特别流喙烂。这是云林县哪来家境妈妈用打品鉴著名的蚵仔所煮出来。另外一边，阁有志工无闲咧炒木瓜签，要做木瓜饭圆。木瓜加到意饭团里面，这个口感好不好？好吃的不得了。
这是云林拿来一年一度的木瓜节，今年特别扩大举办。现场除了有木瓜品鉴，也加入蚵仔品鉴，另外佮举办插饭比赛，互民众做伙斗热热。今年有2个还未30岁少年人伫木瓜品鉴当中得奖，农会表示，因是在地农业的希望。这几年的这个木瓜哦，都是年轻的回来的青年农民，好，我们感谢他可以见到一起的林内乡未来的农业是指日可待的，是有信心的。很讶异啊，很惊讶，很讶异啊。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希望越进越好，越种越好吧。农村人口老化了，对啊，想说尽一份心力，然后爸爸也老了，回来帮忙这样。露水溪土有够肥，才整个村拿来红透台湾的木瓜。这块土地等待搁较侪少年人回来做事，种出地顶的农作物，互拿来农产继续红透台湾。记者综合报道。现代有真侪人爱伫咧街路边，也是伫咧厝邻附近，家己翕相拍起咧网络。毋过即摆爱真注意，有可能安尼就歹人知影讲你人伫咧倒位。日本有一个查某艺人的歌迷，看到伊支持的艺人家己翕相，按目睭人内底反射出来的景致，找到即个查某艺人因兜，伫咧伊倒转去的路上攻击对方。美国一个流浪人困伫咧街路边，即个女性雄雄伫咧 Twitter 网络顶头煞唱起来，因为伊抢在伫咧地下铁的车站内底唱 opera。最近，互一个警察翕起来，放起咧网络，大家嘛拢好闲。等伊歌声遮尔啊水，哪会有路无厝，煞去困伫咧街路顶咧？伫洛杉矶无人的地铁月台顶，52岁女歌手艾米丽带着伊所有家伙，唱着意大利歌剧的名曲。顺路警察听到伊歌唱甲遮尔好，偷偷甲伊落来抱上帮，无想讲煞规个唱红，点阅率伫咧几工内就冲到80万人次。有先进人士要甲伊斗3工，有人愿意提供大个所在，也有人替伊发动募款。You know, if it's God's will for my life to change, then I will praise Him, and I will be so grateful to anyone who is trying to help me to get off of the streets. 歌声遮尔好的艾米丽，为什么变做歌手呢？原来伊是学音乐的。1992年24岁时阵，自俄罗斯到洛杉矶要发展，伊唱歌加摇摆仔练表演，也教人钢琴。不过3年前，伊的摆仔练被偷摕，人搁叛变，人生就变做黑白。They stole my violin when I was playing in downtown, and that's when all the problems started. 四过流浪的艾米丽，正爱伫咧地铁站的月台顶唱歌。伊讲伫咧遐感觉就敢若伫咧舞台顶共款。即马替伊募的款项已经超过10万美金。伊希望会当搁再买一支摆仔练，继续伊的音乐表演。伊也接受邀请，伫社区团体办的活动演唱。记者综合报道。连续假期连面就要到，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做伙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25度到31度，中部27度到30度，南部28度到32度。东部26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明仔载双十节，咱同这个时间再会，多谢你。
见。